各位好，我係霍國華。大家好，我係林君豪。大家好，我叫洛連。咦？嗱，而家我哋見到呢兩座摩天大廈就係我哋平時簡稱為國金同埋 IFC 嘅國際金融中心。國金係一座比較新嘅建築物，呢兩座大廈分別喺1998年同埋2003年建成嘅。佢而家已經係香港作為世界金融中心嘅著名地標㗎啦。仲有呢兩座大廈分別為一期同埋二期，矮啲嗰座摩天大廈就叫做二期，第二期就有88層高，亦都係香港第一高嘅摩天大廈，亦更加係世界上第6高嘅摩天大廈。而且佢哋嘅外牆都係用玻璃做，晚上仲會用燈光照射，令維港兩岸變得更美麗。其實好多重要嘅活動都喺國金舉辦，例如除夕夜嘅煙花倒數同埋跑樓梯比賽等等嘅活動。講到跑樓梯呢，我就知道有人用咗17個鐘頭，就喺由國金嘅2期喺由地下咁樣重複跑咗23次去到個頂嗰個頂樓，仲有佢跑樓梯嗰個高度就已經跑咗相當於珠穆朗瑪峰嘅高度，真係犀利啊！多謝。佢哋雲吞啲資料，我係咪講呢啲？燒雲好，一燒字啫嘛。分選擇咩都得，11點。有動啊！我哋一齊。